黎巴嫩的真主党昨早起向以色列北部发射超过100粒火箭弹，这届是为了要报复以色列 BB 扣的爆炸事件。真主党嘛强调讲，因会展开无限期的报复。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火箭弹落伫以色列北部海法地区的城区，这是真主党为了要报复以色列最近对着黎巴嫩连续用 BB 扣对讲机引爆攻击，也个伫黎巴嫩几多个地区发动攻击。造成包括资深将领阿齐尔，也个俘虏囡仔在内，真侪重大死伤的事件。阿齐尔敌人真侪，敢若是要掠去的赏金就700万美金。伊涉嫌1980年代伫贝鲁特攻击美国大使馆，甲海军陆战队营区内面杀害几多百位美国人等事件，互美国通缉。伫阿齐尔的个别室，支持者大声喊美国去死。真主党讲，以色列针对的目标拢失败，因过去3天的攻击，要互以色列日子歹过。لقد دخلنا في مرحلة جديدة عنوانها معركة الحساب المفتوح。真主党讲，因拍的是军事目标，这个攻击互真侪人疯狂闪避找所在位。以色列军方讲，自21礼拜暗到22礼拜早起。差不多150粒火箭弹的攻击是对着平民大的所在，攻击大部分拢是来自黎巴嫩境内。יש לנו מטרה להחזיר את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ל בתיהם בביטחון。虽然国际社会希望双方拢退让一步，不过两边拢伫咧利利威胁要加强跨境攻击。联合国担心黎巴嫩有可能成做另外一个加沙，中东的情势愈来愈危险。美国总统拜登讲，华府将会尽一切可能阻止战争扩大。欧比亚讲，因正关心中东局势的变化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。